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准备好跟我们一起敬拜了吗？这个时候就邀请你们我们一起来用开口的方式来呼求我们的耶稣，来欢迎他到我们当中。准备好喽，开始喽！我们欢迎你，耶稣，我们需要你。喜乐的心，一起站立起来，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要敞开，神的道传遍，因为我们渴慕寻求你。神的子民，神的子民，合一聚集，热切期盼遇见你。天要敞开。我们渴慕寻求你，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移山倒海的信心，移山倒海信心，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再次跟神宣告，你的灵在这里，这里就有自由。生命自由运行无止境，移山倒海信心，坚定不断升起，期待伟大神作奇妙事。在这里，耶稣你现在在这里，我相信，喜乐的江河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妙神迹彰显你，天上国度降临在这里。荣耀彰显奇
天上大大的降下来。主啊，我们用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你就是那里，你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主，我们恳求你在这个时刻就与我们同在。主啊，不论是我们身体上面有疾病需要得医治的，或者是主啊，我们有任何的需要的，主你都在这里垂听我们的需要。谢谢主。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再多的跟主说，主我在这里，把你的需要在这个时候跟神说。主啊，我在这里，我有什么需要，求你帮助我，医治我，恢复我，复兴我，点燃我对你的热情。回应神说，主啊，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唱出来跟神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是的，主，我们就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跟神说，我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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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回应你的爱。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耶稣。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欢喜。在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再次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欢喜，因为我有。我心，主耶稣，我的耶稣，我心充满感恩，因为我有耶稣在我心。主啊，这个时候让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主啊，这个时间我们留给你，让你亲自的对我们说话。无论是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有什么样的难处，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主啊，我们都相信你在这当中掌权。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更多的遇见你。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势力，单单依靠主生命。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别业，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我们主力在你的同在里，愿你国度降临在这里，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生命彰显在这里，事情神迹。
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这个福分来到你面前。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也是赏赐生命给我们人类的主。主啊，当我们与神对齐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你的大能恩典，你的医治与赐福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在这个时候奉你名领聚集在这里，愿神的恩典大大降临在我们当中，圣灵也与我们同在。愿这个敬拜是荣耀的敬拜，是上帝被高举的敬拜，像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神珍贵的儿女，我们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我们的敬拜也蒙主的悦纳。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讲道文，同心的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请大家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有2处，第一处圣经记载在启示录第2章4到7节，第二处圣经记载在箴言第3章13、17到18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但是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已经失去了当初对我的爱心。你想一想，你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了？你要悔改，恢复当初爱心的行为。如果你不悔改，我要来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走。不过你有一个优点，就是你跟我一样恨恶尼哥拉派的所作所为。圣经上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都听吧。至于那个的人，我要赐他权力吃上帝乐园中那生命树的果子。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平安。他与持守他做生命树，指定他的俱各有福。献诗，请以赛亚牧区。今天要献的诗歌是复兴我灵，医治这地。献诗完，请夏牧师证道。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领受生命树的报赏。我们同心合一。
谢谢以赛亚牧区他们所唱这个美好的诗歌，特别要感谢以赛亚牧区我们这个感觉上他们好像是中壮年的，不过看看现在，你看有年轻的在那边年轻的，所以呢我们的以赛亚牧区虽然是以前的服务团契或是我们的妇女团契所改组过来，但是如果你礼拜五的小组没有办法参加，欢迎你们来参加礼拜二晚上有2个小组在教会，有的是白天的也有小组在教会，欢迎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小组来关心你啦或是你参加一个小组来侍奉主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牧区他们2堂礼拜一起做来服侍，也感谢王丽霞老师用美好的鼓声来陪伴还有我们再次谢谢他们，拍手来谢谢。我们祷告完他们等一下已经2堂礼拜，他们还要到别的地方服侍。我们先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满满的恩典跟我们同在，因为你的同在，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成为有活力、有力量、有生命的，也因为我们愿意顺服神你的话语的教导，我们就看见这些话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是带来力量的。感谢主，我们今天要透过圣经的话语一起来勉励，一起来学习。愿神在我们当中，圣灵对我们说话。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今天呢一起分享的这个主题呢，跟上个礼拜的经文是连贯的因为时间有限制，所以我们就分2次来分享，这样大家比较容易能够抓住牧师所要分享的一个主题重点。今天的主题是根据诗篇这个启示录后面的2章1到7节后面的经文来学习，说这段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那今天是从4节到7节这一段，那我们可以再一次复习说，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他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一方面是肯定他们所作所为是蛮坚持的，或是很有那个秩序的，但是提醒他们那个更重要的部分不要失去，就是这样子。但是后段经文呢，他特别提到了一点他这一段4节是提到了说，你失去了当初给我的爱心，然后要他们记得从哪里堕落，要从哪里来恢复，那不然的话会有将灯台从原处拿走。换句话说，等于是原来他们应该有的位分，或是应该被神所这样子高举的部分被拿下来了。比如说他们一直很坚持，一直很努力，为什么神会这样对他们说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那还肯定了一点，说他们恨恶尼哥拉派的作为，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有做一点学习了那主要这一个第7节给我们一个新的亮光，他说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都听吧。好，本来他是针对以弗所教会讲，对不对？然后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会知道说，那我有耳朵我听了没变成说以弗所是一个象征，但是其实他就是对众教会说了，对有耳朵的人都要听了。但耳朵就是一个我们接收信息的地方嘛一个器官嘛。当然，比如有人呢没有耳朵听怎么办？
它就是一个信息，你接受了就是。所以最后的应许是什么？至于那得胜的人，我要赐给他权力，吃上帝乐园中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前面的肯定也好，提醒也好，或是责备也好，最后用这一句话来归结。换句话说，基督徒，你当从这段经文学习到的，其实就是在揣摩你一生的经历，或是你个人的属灵状态。那我们怎么样从那边得到一些学习呢？第二段经文就是在讲延伸到这个生命树的概念。第13节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什么智慧呢？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平安。得到这样的智慧是生命的智慧嘛，不是人的智慧。然后18节也是做这样的祝福，说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持守他的，持守这个道，持守这个智慧，持守这个生命树的恩典就要得到这个确据。我们上个礼拜也读了这段经文，但是没有机会说那我们等一下也一起说明，就是罗马书8章9节也同样在提到什么呢？圣灵，有圣灵的同在，被圣灵所管束，那就会得着那真正生命树的果实。那我们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启示录使徒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那我们再复习一下以弗所教会在哪边呢？这个地图我们大概有一些概念我们中间圈红色的这个部分就是以弗所，它的地理位置我们可以从今天看到，就是在爱琴海在地中海北边是面临爱琴海的部分。那这个是当时2000年前那个以弗所是一个大的海港城市到今天呢，很多古迹还留着。牧师曾经有好多年前有一个团队一起去拜访以弗所7教会最近我看到我们教会的艳芳姐妹好像夫妻也一起去看到很多7教会的很多古迹了。其实现在土耳其是回教国家大概就不会提倡教会，但是他们知道这些遗产，世界遗产是很值得观光客来的，所以他们就整理得很好，而且还从联合国啦、文科组织啦得到一些经费来维护。很多基督徒也奉献了去把那些古迹挖掘出来，因为那个古迹要维护要挖掘是很花钱的动作。那我们看到右边有一个绿色的圈圈，那个就是安提阿，那就最近发生大地震最严重的区域但是它的北边最大的城市就是伊斯坦堡。那我们大概一个概念的地理位置，当然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只是说让大家更有印象了你看当时一个以弗所城的一个城市是多么的辉煌，这个是当时的罗马帝国时代所盖的图书馆，不输现在的我们台南市的总图馆在永康那边盖得很现代化，但他们当时的图书馆就2层楼以上的而且都是用花岗岩或是用大理石所盖的。前面还有很多像里面曾经有写到说是真理真理的追求真理的地方。那这些图我们都可以做一些凭吊这是拱门这是剧场，那么大的剧场当时没有我们现在现代音响设备，他们竟然能够用这样的地理这个建筑花岗岩、大理石来盖的一个圆形剧场，然后表演者或是讲话的人在中间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很有那个声学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是比较近的一些设施那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古迹，就是玛利亚之家就相传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跟他的学生约翰说：“看这是你的母亲。”反正就是说把妈妈交给这个使徒约翰来照顾。后来就传说了就约翰逃难，带了耶稣的母亲来到以弗所那边居住，直到终老。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传说就在那边有一个小教堂来纪念他。就是他们你看当时的街道是这样的辉煌又宽广，
大理石柱，非常的长。当然上面的屋顶大概都是塌下来的哈。这些我们就可以看见这样的以弗所城在当时何等的荣耀哈。甚至当时呢，以弗所的城市已经有这个东西哈，大家看不大清楚为什么一个洞一个洞，原来这个是当时的抽水马桶抽水马桶当然没有现在我们的按键了哈，一冲就冲掉。他们是在那个每一个洞的下面有一条沟，而且是活的水，反正水一直冲就是活的，一直流一直流，然后所有的排泄物它一下子就冲出去。这一间也算是一个浴室了哈，里面有蒸汽让那些当时应该是罗马的军官才有办法享受吧。总之，这样的图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印象，就是说，当时的以弗所城是多么的辉煌哈。好，看了这些图片，让我们感到，这个城市不简单哈。到今天也是一个海港城市了哈，只是说那边已经变成古迹了。我们复习一下约翰对以弗所教会所做的肯定，有这一些哈。上个礼拜我们说他们赞美他行为正直，辛勤工作，又会忍耐。第二个，对作恶的人不容忍不姑息不敷衍。那再来就是第三，严格实践真理，用智慧清除异端、虚伪的骗徒。第四，有耐心，曾为主的缘故经历了患难，从不退缩。还有很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清除这一些异端恨恶尼哥拉党所作所为。从这5点，我们看到说要对一间教会的赞美，这些都包含在内了哈，没有在更厉害、更优秀的啦。不过我们可以用这样说以弗所很好，但是还不够，就是好要更好的意思了哈。那当然也是最关键的部分，就是约翰对他们提醒说，肯定中有严厉的责备，因为他们失去了当初对主的初心。原来的初心可能有很多的努力要执行基督徒教会的任务，但是把那最重要的核心、最重要的价值跟灵魂失去了，那等于是舍本逐末，追求那些表面上的秩序、表面上的光鲜亮丽，但是那最重要的救恩那个爱心却失去了。所以等于教会也因为这样的严格或这样的管制很多权威在里面，就美好的团契跟兄弟姐妹的爱心失落去了，而且甚至矫枉过正为了消灭异端，把爱心都扼杀了。所以我们从这边接下来，我们说以弗所教给我们什么样的信仰醒思呢？上个礼拜有稍微提过就是说一间教会它一旦久了之后，就会有一些制度，有一些历史的传承，有一些传统。那有时候为了维持那个秩序，就越僵化，就不轻易改变。因为一改变，大家又无所适从啦，或是会有点乱那很多人很习惯说，就威权统治，你就一就是一，二就二，不要有第二句话，那这样最好管理。但是人的自由跟生命就这样子被扼杀了，被消失掉了。特别一间教会或是一个团队重视传统制度、仪式规矩，就失去了教会宗教的生命养分，就是爱心这个是我们最大需要去提醒的。第二个是刚刚我们提到尼哥拉党的效应跟危机。好，从以弗所教会，当然他们是恨恶，表示他们拒绝了这样的这个差误但是我们可以说，尼哥拉党就是在教会里面产生的。换句话说，有人为了迎合世界的潮流，为了迎合世界的一个个人的喜好就跟世界妥协了，然后把基督的真理变成很廉价把它使用到了。我们也常常会提醒教会说，我们社会的流行什么，我们一定要跟吗？到底跟对我们对信仰跟真理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或者说我们只是迎合潮流，迎合一般人的需求？换句话说，我们不是让耶稣喜欢，让神喜欢，而是为了让某些人喜欢。那你在拿捏的时候，怎么样去做判断？那是有时候很矛盾的事，因为人喜欢这样但是上帝不喜欢怎么办？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特别是领袖很重要要提醒的事情。
那么也可以说，信徒加入教会越久，原始的感情跟感动都失去了哈。有时候我们刚开始的时候，那种热情啊，可能会因为某些人的话语，或是有一些耳语，或是一些批判，然后你会觉得心凉了一半，好像是被浇冷水啊！我那么热心啊，你竟然说我怎么样？但是我们一定要小心去提防啊。有时候并不是人的话在攻击你，有时候是魔鬼的诡计。他知道这个人热心起来对福音有帮助啊，那我就故意让你搞乱、搞内乱，让你不同心、不合一，那魔鬼最高兴了。所以领袖或是服侍者被攻击，那个是你不要觉得奇怪，那是家常便饭。问题的重点是你怎么样冷静下来，看见神给你的应许，而不是因为人的话，那你就失去了原来的爱心跟信心。我记得曾经在我们的讲台讲过，说很多基督徒他最后离开教会通常都不是说上帝你讲的我不信了啦，圣经假的啦，我不想相信啦，很少这样子的啦。当然有这个特例我不知道，但通常最多的是就是某某人对我讲那个话让我很伤了，我不来了啦，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对人失去信心才离开教会，而不是对神那我们可以衡量说，也许真的我伤得很严重我觉得很大的伤害，但是对于神为你牺牲的你都不讲，耶稣基督为我们受害，为你牺牲那么多你不讲，换句话说，你因为小小的个人的一个自尊心或是自己的一个保护，然后失去了最美好的福分，那衡量一下。所以一个最忠心的仆人，神的仆人或是使徒，神的门徒你第一个要接受考验的就是你不要听什么风言风语，也不要听什么流传的耳语，你一听你整个信心都失去了，你服侍神的热情就流掉了，那多么可惜！神给门徒重要的这个勉励就是在这里。我们常会听到有一些牧师他在传讲福音、传讲信息的会讲这一句话，他说有时候你会看见教会里面有山羊，你会觉得很头痛，绵羊很多很柔顺，但是一被一只山羊点几句这只绵羊就逃走了，那就被山羊所掌管了，你就会想尽办法说这只山羊把它赶走好了，把这只山羊赶走就天下太平，对不对？但这个牧师曾经在跟我们讲说你赶走一只山羊更可恶的、更可怕的7只山羊会进来。换句话说，在一个群体里面，你不要讲说这个一个纯粹的、没有杂质的或是没有细菌的地方一个人的社会是因为靠着真理一直在沉淀，靠着真理一直在洁净，然后像今天的经文所说的，你要从哪里失落，你要从哪里回来。好，今天的主题说，我们要重回信仰的初心，迎接信仰灵性的恢复。这是第2章第5节所给我们讲的好，这一节经文是关键，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一起开口来，你想一想，你要悔改，恢复当初爱心的行为。如果你不悔改，谢谢。第5节如果要分的话，有3个段落。第一个，你想一想。换句话说，可能你不知道原来在神的角度说，你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这句话听起来很重对不对？堕落什么呢？堕落是什么意思呢？堕落就离开原来的已经太多了。好，第2个是你要悔改，恢复当初爱心的行为。就这一句话，就像耶稣的新的诫命一样，你要爱神爱人，那就结束了。换句话说，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你用任何的规矩装饰把它装的门面非常的好，但是失去最原始的部分爱心，那等于是一切是多余的。那神那么样的重视在意，那我们不小心不努力去追求吗？那还有一个
一个责备书说，如果不悔改哦，换句话说，你不改不行，不悔改，那就是用什么代替呢？哎，我要来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拿走。有时候我们在教小孩也这样子，你再不改，那不准看手机了，不能玩游戏了，好像把所有都把它切断这样子哈。弟兄姐妹，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我们看看使徒约翰的忠告。第一个，回想是从哪里堕落的？什么事呢？回忆那最起初最美的信仰跟心灵感动。很多基督徒初信的时候，哇，很多在你心中所看到的美好，会就随着时间，会随着我说刚人跟人的互动，产生一些杂质，产生一些挫折，产生一些伤害，然后那些起初的感动跟爱心就慢慢被搁着了。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单纯的心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说，那个好心好雷金，有没有听过？好像你觉得想要表达一个爱的行动，却是被人家泼了冷水，让你觉得那个力量就消失掉了。那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怎么能够去避免？你越热心，就会有遇到这些啊。你如果不要做，什么都不要做，那就没事啦。所以做教会的同工的服侍者的，要有一个概念哈，不管你恩赐多好，你的能力多高，你一定要先有一句话说，反正我出头就会被攻击呀。这是一个人的社会的常情，特别是魔鬼最不喜欢这些人，所以你一定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说，会被泼冷水，会被讲那个讽刺的话，都是常态。那我要不受影响。因为我对得起神，我要跟随神的道路，所以要记得什么？记得初信时跟神的亲近，常有的心灵感动。你要一直保持更新呢。第二个，要记得传福音领人归主那个喜乐跟满足，一直在你的心里面，而且要记得最原始淳朴的信仰跟美感，那个最美好的部分要留下来。最容易让我们对照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到出社会了，离开家乡了，在大城市里面，什么山珍海味谁没吃过呢？我们到世界各地，我们到日本不是喜欢吃美食吗？到泰国哪里就是反正是美食之旅嘛。我们台南昨天牧师跟谢牧师开车去参加喜宴，那去跑到安平去吃喜宴，吃了一餐大餐回来，沿路就走跑到路口就是国华街，谢牧师说：“哎呀，不得了，怎么一大堆人排队就为了吃那个美味？真的好吃的东西很多人都追求排1个2小时没关系但是我们会发现说，回到妈妈的家，吃到妈妈的原美味，还是最感动的。我是觉得说，好像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味觉有一个基因呢，从小被妈妈喂你吃什么，那个就是变成你的原始的味道。再多的山珍海味，吃到妈妈简单的料理还是最美味的。那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记忆的动作，就好像鲑鱼它在那里出生它有一天它会不计一切代价回到产卵的地方。我们的味觉也是这样子。那我意思是说，用这个比喻。你为什么会对母亲餐桌上的口味感动呢？你儿时的玩伴那些当时一起成长的那段记忆，你一直为什么记忆在里面？因为那个是最原始的感动，最原始的感情。那我们用这个来对照的意思就是说，你原先从信仰得到的感动在哪边？你要去追寻，就好像你久久一次就想要回到你的故乡，你到妈妈的家一样。还有。我们看见这个为什么对人很重要？因为它最原始单纯的能量，可以给人重新回到轨道。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回到家乡也没有什么事当然有爸爸妈妈在那边看一看心中很安慰。但是你会想说到处走走，好像你原先在这个社会打滚也好，打拼也好，很多疲劳累，你就在那边就恢复了，因为觉得说。我又重新得到力量的感觉我就想到大家可能如果家里有第4台的人，就会看到说有一部电影
哇，3天2天就是重播，应该是这第4台不知道赚多少钱，反正他就一直重播啊，就是周星驰的功夫啊。我想如果没有在看电视就不用讲，但是你看一定看好多次，因为它一直重播。当然，因为它好玩嘛，就是没有什么哲学思考，就让你看得很好玩就是了哈。但是我看到这个电视，这个电影有一个很有趣的地点，可能也不是说我们电影的主轴人家喜欢看那个部分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部电影的原始的思考就是。周星驰小时候，就是这个主角小时候，因为为了要救他青梅竹马一个小女生，对不对？这个故事，那个小女生被人家欺负，他想要去这个抗强助弱嘛，哇，被那群小顽皮的把他欺负了，而且还在他头上撒尿，对不对？就是那个小的细节。但是他因为想要帮助别人，却受委屈，对不对？他就性格大变了，他就是说，我要出社会，要进入黑社会，我才能够得到我想要的。甚至这个小女孩长大了，还欺负他。但当这个长大的小女孩拿出那个他们当初看见的那个棒棒糖，就是一个甜甜圈的棒棒糖，她整个人改变了哈。这个小故事我们看到说，这个电影在讲说，他最后变成一个抵抗强权的人。哇，功夫好厉害，什么功夫都有哈。他原始的感动是因为他发现原来当初他扶弱抗强的那个力量，就是他为了帮助那个小女生，虽然受伤累累，让他误入歧途，但是当这个小女生给他那一支棒棒糖的时候，他知道他人生方向又回来了。就是这个电影这个小时候为了帮助这个小女生，然后这个支棒棒糖成为他们这部电影的一个讯号了哈，一个信号。那我们就看到说，周星驰的电影虽然好玩、搞笑，很夸张，但是他的故事在讲说，原始的那个初心不要失去，这是让他导正他回来的力量。好，那我们从信仰初心，第二个他提到我说我们要悔改哈，悔改就是勇敢承认原先的错误是由自己造成的。我们常常很知道重点说，我们常常看到那个什么政论节目啦，或是政治上面在讨论的时候讲一句话说甩锅，有没有？甩锅就是反正被指责就讲到是别人的错啦，都不是我的错。那人最大的困难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人的本性嘛。但是约翰所提的重点是说，你如果要得着这个真正的生命树的果实，你要从这里出发，先承认自己是错误是自己造成的，那你才有改变的可能。我们常说前几次我曾经提到说，悔改不是一种好像做错事情就是畏畏缩缩的好像觉得什么世界末日什么都不对，不是。悔改的意思是说，我把原先的轨道又回到原来的，这个才是悔改。回到原先的轨道，原先的道路，那我错了，我要偏差要回来啊。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你是学理工的，哪里有说实验一次错误了，那天塌下来，没有这个事嘛。你就是因为从错误中找寻了那个正确的方向，你才觉得这个前面的错误是有价值的嘛。那所以约翰叫我们要悔改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好像我们在常常用的手机啦、电脑常要更新，因为软体已经不相容了，或是软体不能承载新的讯息了，你要把它 reset 或者是说重新来。弟兄姐妹，悔改不是一种羞耻的事，悔改才是一种得力量的开始。感谢主，悔改的难题是自己承认自己的失败，而且要勇于承担责任那当然悔改不是就在那边自己自怨自艾，觉得我一生都没出息了，没有用了。是悔改的意思是要让我们怎么样恢复了？恢复就是我原先已经有的，只是我失去了，我要恢复当今的爱心的行为。悔改带来的动力，改变现有的思考，
重新行出起初所行的事。所以恢复初心，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无论是在你个人的生涯，或是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都是标准，这是一个很好参考的标准。感谢主，恢复当初爱心的行为是约翰要以弗所教会所做的。好，起初所行的事是什么呢？重回起初的爱跟感动，重回灵修祈祷的习惯的恢复，那个都是我们起初恢复嘛。那基督徒一直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追求这一点校准回归，回到原始的神的创造。那我们再来就是接受圣灵的内住，接受圣灵的管束，就是刚刚我们读了罗马书8章9节所提醒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我要翻转，我要改变，我要悔改，靠自己哪有那么大的能力呢？记得你是要被圣灵所管束，让圣灵来管理，让圣灵来引导，让圣灵来改变。很多人一生改变不了，但是被圣灵触摸的时候，他改变了。我们常看到很多无论是真情部落格啦，或是我们很多我们的更新这个周刊啊，你看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啦，就在不经意当中被神触摸了，你的改变了，甚至包括一些很不好的会伤害身体的习惯都改变了，吸烟啦、喝酒啦，甚至触碰毒品啦，再怎么改都改不了，被神触摸完全改变。现在呢，很多人遇到一个新的挑战，就是说，手机上瘾症，或是3C 媒体、3C 的上瘾症，很多改不了。如果你回到初心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到外面走走，看那个美好的风景，或者到山林去观赏这个美好的景色，或是读一本书，慢慢的读，你会发现说，那个美好比你沉醉在这个3C 用品更重要。每一个人都需要，因为这个时代大家都几乎被绑架了。好，那圣经怎么说呢？至于你们，既然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的生活就不受本性的支配。换句话说，你受本性支配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要让圣灵住在里面，上帝的灵住在里面。他说，只受圣灵的管束，没有基督的灵人就不属于基督。所以基督徒，我们刚刚讲的那一些改变，我们都知道啊，牧师也知道啊，但有很多事情改不过来啊，怎么办？圣灵啊，求你帮助我。圣灵，我愿意改变，我愿意悔改，求你来帮助我。因为只受圣灵管束，你就会好像自然而然的改变了，而不是很痛苦，或者说觉得改不了。因为你的观念被调整了，你的心思意念被神的灵所充满了。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领受乐园跟生命树的报赏，是我们第7节所讲的第7节。第7节他怎么说呢？我们再一起同声念一遍好不好？预备，来！圣灵向各教会所说的话，有耳朵的都听吧。至于那得胜的人，我要使他全力吃上帝乐园中那生命树的果子。我想这句话讲得很简单但是有很丰富的属灵的意义。牧师要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分享。生命树在圣经中有什么教导？我们看第一个，生命树它代表生命智慧的来源。刚刚我们读了箴言3章13节跟18节，他这样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而且他还提到17节，我们这没有录在这边。17节怎么说？他说：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平安。道是安乐，路是平安。还有18节说，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各有福。好，这个部分就是领受到神所示的智慧，你就会像拥有的生命树，而且从生命树得着果实。台语的圣经他提到就是说，我就生命树的果实给他吃的意思了。那这样我们回到一个最重要的核心，说生命树到底是什么？好，第一个是智慧但第二个我们看
生命树代表个人生活充实喜乐的泉源哦，吃生命果是什么？表达进入基督的国度的祝福，享受基督掌权最高的喜乐，代表充实喜乐的泉源。第三个，我们刚刚讲到圣诞生命树，我们就回到创世纪的记载，伊甸园中的生命树了。创世纪2章9节说，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耳目。各样的树，但是他特别提到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什么？有生命树，还有分别善恶的树。那从这边我们看到说，神在伊甸原始设立的生命树在那边，但是因为人类被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了，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不见生命树。那怎么样的象征呢？我们为什么得到生命树既然已经离开伊甸园了，怎么办呢？好，它生命树给我们的教导，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它代表一切生命、真实生命的事物，给人生命。所以持守智慧的，就像18节所说的，他也持守他来做生命的树，而且是各有福。换句话说，持守生命树是得到福气恩典的。第四个是代表义人所结的果子，箴言的11章30节说，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义人所结的果子。换句话说，这个生命树是得着能力、得着恩典、得着祝福、得着生命的来源。同样的，你也因为这样得到这个果子，变成生命树，变成一种生命的传承。所以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我们看到说在这社会上，很多人用生命树来当一个企业的 logo， 像这样的，我看到有一家基督徒的公司，他就用这个生命树当一个企业的标示。我知道之前好像我们台湾有很多灯会很多的城市，他们也用生命树的概念，因为生命树可以把它点灯点得很漂亮用生命树的概念，所以这个生命树的概念已经不只是基督徒在想，甚至我们可以在电影上看到这样生命树的概念。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漂亮的森林树木这个生命树的意象，生命树的意象。那最近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我想大家年轻人喜欢看的这个电影叫《阿凡达》它那个场景里面，在他们的国度里面有一个是灵魂之树，有没有？而且还会闪灯会有那个亮灯出来很多人看到这个电影的特效做得很漂亮，很棒。那他们在传承什么意思呢？就他们这个族人对这个母树，这个生命树是灵魂之树是很尊敬的、很敬畏的，甚至不许外人来干涉的。我想很多民族、很多的那个国家，它都有这样的神圣的地点嘛，像这个日本人，他们就把富士山看成他们神圣的地方。我们原住民很多地方他们不许外人进入，他们觉得那个是神圣的，是一种心灵的投射。好，那我们从这样的概念来讲出来，表示说，不只是基督徒，一般的人就会看到说，树好像它的生命很特殊。尤其像我们台湾，在我们多弟兄姐妹去过司马库斯那些巨木好几千年，你会发现说这个生命很奇妙，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从阿凡达的灵魂之树看见说，有森林学家真的是研究他觉得树它不是在那边被风吹雨打，它是有生命，而且还有意识可以传达。当然，这个科学研究没有很多人证实，我们也不知道，只是说有这样的人在发表这样的研究，说跟动物一样，树木可以透过庞大的地下网络，而且可以彼此沟通。那怎么听？因为我们听不懂。但是有些人他喜欢去抱那个大树，有没有？他觉得树是有灵性的，你知道吗？我们台湾最习惯看到大树公，有没有？我们台南这边就有一个啦，东区在那个南区有一棵大树，最近开了一条路那棵大树就凸现出来。我们到东山，有没有？到东山那个休息站，哇，那棵大树大家很喜欢去看。光是它的生命状态，你会觉得说人真的很渺小，我们人的生命这样很短小。不管如何，我是说用这些来看见说，为什么老早
圣经就讲生命树的概念，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哈。那最后我们要分享说，我们怎么样得到生命树？既然我们已经离开了伊甸园了，怎么办？为什么启示录还讲说你要得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可从一个属灵的启发来延伸说，原来第二棵生命树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就成为生命树的新的得着能力的地方，得着生命的地方。那这个才跟我们基督的信仰产生一个非常有趣或者说很棒的连结了哈。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当中，新天新地里面哈，不再有分别善恶的树了，只剩什么？只剩生命树。因为分别善恶树是在人的俗世当中、属世当中，它是预表没有上帝的生命、属世的知识跟智慧，让你去分辨。像亚当跟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的树，他知道自己身体是赤身肉体的，他变成那些罪恶的概念就在他身上了，因为已经被这个属世的世界所污染了。那哥林多前书1章21节这样跟我们提说，上帝运用他的智慧，使世人不能够借着自己的智慧去认识他。人用自己的智慧也探究不了神呢。相反的，保罗说，上帝决定借着我们所传的那愚拙的信息来拯救信他的人。那这个很有意思，换句话说，世界的很多科学理论、高深的学问，在人的评价是很高的，但是要认识神却不是一条道路，而是福音呢最愚拙的道理，耶稣基督的受苦跟牺牲，所谓的愚拙的道理，却是拯救人的生命的最关键的地方。圣经向我们指出了什么？上帝所束缚唯一的道，就是生命树的道路。因为伊甸园的那棵生命树，在亚当夏娃被赶出乐园之后就失去了，找不到了。那找不到，我们要回到原始的世界不可能啊！神体谅我们，差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重新为我们预备了这第二棵生命树。所以第三个就是上帝我们预备的生命树，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彼得前书2章24节这样说：基督亲身把我们的罪带到十字架上，使我们不再生活在罪中，只为公义而活。因为他所受的创伤，我们得到了医治。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一句使徒约翰所讲的生命树的报赏，我们如果跟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连结，你就觉得哇，豁然开朗。原来生命树的果子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而已。我们愿不愿意被圣灵所管束，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十字架的救恩呢？好，那原文这个彼得前书这个原文说，在十字架上，如果从原文来讲，它就是树的意思。因为台语圣经它有这样表达说，它被挂在木头上，有没有？传统圣经这样解释说，被挂在木头上，木头就是树啊。所以在这边象征了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这样，我们发现说，原来我要追求的生命树的果实，得胜者要吃那果实，就是你离开了罪嘛，你离开了人这个世俗所捆绑嘛，你回到耶稣基督的爱里面，然后你就成为得胜者。这位得胜者就是生命得胜了，你成为神所赐的领受生命果实的，就是生命树。那更实际的是什么？我信耶稣了，我怎么样从实际去领受？他说，领受救赎的恩典，就是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果子就是圣餐的象征意义延伸了哈。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长老教会规定堂会1年一定要举行6次的圣餐。你不要把它看成说我知道啦，那个一个仪式啦，不错啦。其实重点在这里。是你每一次领受圣餐，你就重新再确认，我吃到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实，那是何等重要，对不对？所以我期待说，基督徒
有圣餐的时候，你不要说只是礼拜的一部分，或是有人会嫌说多了圣餐我就不能提早离开耶，我要多的时间，好像把那些小小的耽误，却把最重要的基督徒的核心信仰把它丢掉了。所以守圣餐是基督徒很重要的本分，原因是在这里，因为你要迎接耶稣基督十字架，就是这棵生命树。你要吃果子，就是借由圣餐象征了主耶稣基督的宝体，他的宝血。期待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得丰盛的生命，在新耶路撒冷的当中也得到生命树的果子，而且有这样永恒的生命。2个礼拜我们一起去探究基督徒怎么样去看见自己曾经失落的，很重要。因为你一直在修正，为了要得着这永恒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而且借由圣餐来确认你是得着这个生命的果实，是这个生命树的果实。感谢主，我们期待每个弟兄姐妹愿意接受圣灵的内住，愿意接受圣灵的掌管。因为靠人的力量，靠朋友的力量，可能只是一时的。圣灵的掌管才是得到永恒生命的一个确据哈。弟兄姐妹，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来预备心，一起来恭祷告哈。这首诗歌是你是我的一切，很轻快的诗歌，我们借着琴带领我们一起来唱。如果有同工可以比较熟悉的，一起带我们唱这首诗歌哈。一起来。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保障，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但当我醉在和羞辱，是你复活我蒙救赎，你是我的一切。当我跌倒，你扶持我；当我干渴，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我们再举起手，再唱这一段。耶稣来，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感谢主，耶稣是神的羔羊，配得大赞美，因为他带来了生命树新的救恩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为几件事情来一起恭祷。第一个，借由这2个礼拜我们学到的信息，我们求神说：圣灵啊，求你跟我同在，让我看见我曾经有很多优点，但是有没有失落了那最起初的爱心？求主帮助我，圣灵掌管，让我能够悔改，回到原来起初的爱心，爱神爱人，重新得到生命的力量，让我接受耶稣的救恩，得到生命树的果实。第二个，我们为教会所推动的各样的事工来祷告。我们有
查经班的事工，我们有门徒训练的事工，我们有中保代祷的事工，求神亲自运行，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得到装备，得到造就，成为神重用的仆人、工人。第三个，我们为教会的肢体来祷告。我们看到周报里面许多代祷的事项，无论是病痛中的弟兄姐妹，你所认识的同工，求使赐下医治在他们身上。我们为所认识的组员、亲友，他们也许在经济上、在工作上，或是在生活上遇到了困难，求神亲自来掌管，带领他们走出这些困境。我们也为土耳其、叙利亚遇到的震灾，很多人失去生命，求神怜悯，让国际的救援及时的到达这些受灾的区域，这些受灾的百姓得到帮助跟保护。也为乌俄战争已经过了1周年了，求神止息这样的战争，让这些领袖领导者找到一个止息战争的方式，让人民得到真正的平安。也为你自己祷告，因为神爱你、眷顾你，使你得着生命的果实。我们一起为这些事情，你开口或是静默，一起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亲自浇灌在我们当中。我们奉神怜悯的祝福，主，让我们在生命上得着祝福，得到力量，得到智慧，让我们平安在你面前得着爱的救恩。主啊，让我们看见生命的果实生命树的果实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主，我们为我们教会的肢体祷告，无论是病痛的，无论是生活遇到挫折的，经济遇到困难的，神啊，求你带领我们走向一个重新恢复的道路。我们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为教会的事工祷告，一切都得蒙主的恩典跟祝福。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现在父神，感谢你，让我们领受了这个生命树果实的教导。主啊，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只要我们心向你，求圣灵来管束掌管，我们要重新回归到神恩典的道路上，领受这个最美好生命的果实。主啊，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灵修当中，每一天跟主相见的时候，我们就求神说：主啊，我们要这生命的果实，生命树的果实，我们要得着成为得胜者，成为得着神力量的智慧的、平安的。主啊，我们为教会所有的事工祷告，因为每一样的活动，每一样的这个措施，都是为了要造就我们成为更合神心意的基督徒。无论是查经班的事工，无论是使徒行传的教导，以及我们门徒训练的课程，我们都求神亲自预备。我们在进行40天连锁祷告，主啊，让我们有份参与这个伟大的代祷行列当中，成为神遮盖赐福一个通道。主，我们也为病痛中的兄姐，我们为遇到生活上的挫折、心灵上有忧伤的，或是在经济上遇到困难的兄姐祷告。主啊，求你亲自为他们预备，让他们看见神的亮光，走出灰暗，走出困境，让得着神特别的应许跟祝福。我们也为乌俄战争、为土耳其、叙利亚的这个地震所遇到的伤害祷告。主啊，求你大能亲自预备，让所有的救援能够临时及时到达那个地方。领袖他们为了百姓的和平跟平安，也能够止息这个战争。我们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是因为我们要领受这个丰盛的生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因为神的眷顾，我们就看见每一件所行所做都有神特别的带领。我们再次献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一起来奉献，请司宪执事开始服事。
请起立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报告前，我先来读本月金句，请大家翻开周报最后一页，一起来读。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是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哈该书2章9节。报告。后主日敬拜服事同工，请服事同工详细看。上周、本周各项聚会，请在第3页。第4页肢体交通，本日妇女事工纪念主日，请兄姐继续关心奉献代祷。第2点，本会定下主日3月12号召开长职首长联席会议，请长职自行看。于下午1点半在2楼会议室召开。第3点，代祷团的消息。耶稣受难前40天连锁禁食祷告，为2月27到4月7号，请自行看。第4点，教育装备服事团队定于3月18号举行新竹新恩堂潘龙龙牧师专讲，定于3月18礼拜六下午2点。欢迎本会兄姐踊跃参加讲座，讲员介绍请自行看。第5点，今日举行3月份庆生会。第5页肢体交通，第6点、第7点，请牧师补充报告。第8点，请看第8点的第2点。本学期奖学金申请于今日截止。今年第2季事工预定表于3月19号前交由干事，以方便整理预定表。门徒培育事工与研习会消息，请牧师报告。请翻开第6页。牧区团契消息，主日学报告，继续征求分班老师及1位音控同工，欢迎对儿童信仰教育有负担的兄姐，请向龚玉凤校长或办公室联络，其他的请自行看。请翻看第7页。关怀代祷事项，第3点，继续为病痛中的兄姐关心代祷。第4点，请为南部缺水代祷。请看第8页。总中会及社区消息，请自己看。
继续看第9页，奉献金额若有出入错误，请联络财务组。以上报告，请牧师补充报告。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礼拜结束的时候留几分钟，我们为3月份的寿星来做庆生哈。届时要请陈子坚执事来吹蜡烛啊哈。那我做几个强调了哈，已经都报告过。我们这个受难周前的40天祷告牧师再一次欢迎大家，已经1个礼拜了。好，还有后面我们都可以中间就加入哦哈。那能够进食那是最好，如果不行，你有体质上需要吃东西或是要服药的，你可以吃东西参与祷告，好，或者说你去应酬了不得不去的话，那你就别的时间祷告也可以啊，好，不是说那个时间才可以祷告，你在那一天为我们那个表里面哈，每一餐都有一个代祷的事项，很巨细靡遗的哈，为国家、为社会、为教会、为个人、为每一个团体组织祷告，你都可以选择一段来做同心祷告。神看重我们的心意哈，但是如果你可以参与的话，你就加入，无论是有没有进士，你就可以签名哈，在楼下的那个表格里面哈。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看这一个很重要的基甸讲座哈我们的潘荣龙教授，那每一年特别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哈，我们李伟教授就一定把他绑住，说你一定要来我是觉得一个让牧师印象最深刻的，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科技方面的专家，但是他信仰是那么样的单纯跟确信，而且有属灵方面的恩典所以一个科学家，一个理工的教授，能够讲出属灵的恩典，你说服力更大。所以不只是你把这个时间留下来，3月18号下午2点，最好是邀请朋友来，特别是那些头脑最硬的那种人最聪明的人，你就邀他来只要听到这个教授讲，你就觉得说，原来信仰是这么样的美好很多人就是把理智跟科学跟信仰都隔不起来，他就是有这样的恩典，所以愿大家请他们来把那些图卡可以传给他，好不好这些介绍都很清楚了，牧师就不补充那另外是我们的主日学等一下好像要开老师会议，请大家老师记得12点半开始就先吃东西，然后一起开会为主日学的事工一起做讨论那有1-2点补充，就是在周报第5页的部分了我们很期待说有那个礼拜天的志工，就我们不是有排接待吗都在这边发周报。但是因为我们大家忙着做服事，忙着聚会礼拜堂那个大厅1楼大厅空空的谁进来我们都不知道当然有那个录影机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意愿说我来参加第2堂礼拜，但是我第1堂就来就负责柜台接待的动作，因为等开始做礼拜，这些招待就撤掉了嘛如果有人比如说我在第1堂来做招待就是做那个柜台第2堂来参加礼拜你也可以第1堂参加礼拜自愿第2堂那也许可以不用每一个礼拜都参加，你说我能参加我能够参与第1堂1、3礼拜就好我们人多的话凑起来就可以轮值了那等于是你就是当时的那个大厅的一个接待人员，而且在大厅里面也可以参加影像礼拜所以你如果只参加礼拜，坐在那边也参加礼拜也很好如果你没有办法2堂都留下来，你1堂就坐在下面做礼拜，那也是个很棒的一个服事了另外我们周间呢还有1-2个需要志工你再查一查哪一个周间早上或是下午的时间还需要缺人的，希望至少有1位在那边这个请你来向办公室或是让西道长老来报名。还有一个小小的拜托了这边有写我再解说一下，就是第7点，行政办公室我们的干事我们觉得有一个期待说，他们来礼拜天也是上班时间没错，但是他们要做礼拜
那很多会友就很热心说，哪一个干事啊，谢完干事啊，维斯干事我要到办公室有事情变成说他们做礼拜时间都在办公室服务你他们连做礼拜的机会都没有，所以他们在上帝的面前说：“你们打岔哦，你们没有参加礼拜哦。”所以我们要示范一下，下个礼拜开始了，就是你如果要办事情，你就在9点以前，开始做礼拜以前，然后9点到10点半，大门要关掉，他们要上来做礼拜，你就要接洽工或是联络事情呢，就10点半礼拜结束，或是弟兄姐妹你第2堂也比较没问题啦，第2堂他们就可以在那边服务，至少他们有1堂的时间给他们做礼拜，这个是有一个小小的拜托，请大家能够考量到我们的干事他们那个专心做礼拜的时间其他的消息我们已经报告得很清楚了，我们就不再补充。就这个图卡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这个课程很棒他这位是新约学者专家孙宝莲牧师，已经开始了。如果你愿意参加也没问题，只是说他这个是神学院跟我们合作的课程，你要交1000块，而且还有书书要另外买我们现在第1堂已经开始了，在2楼很挤我们就赶快要跑，这个礼拜要改在3楼3楼来上课，欢迎大家要补参加也可以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门徒学校1，还有门徒学校2，都是非常棒的课程。我期待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互强人都能够经过这样的学习你还没有上，就上第一部分。那门徒2就是我们已经学习门徒1了，你要参加服事的，要参加当同工的，就可以上门徒2。我们通常也是这样，第1堂礼拜的时候上课，第2堂来参加礼拜刚刚早上第1堂谢牧师就在当讲员，就在那边期待我们更多人能够参与。如果说你不能全程没关系，你就登录一下我上了几个课明年再补课都可以，只是为了让你充实你所有的课程了这些部分还有查经班，我们的瑞平牧师很用心早上1堂，晚上也1堂你时间都可以允许期待这些图卡给你加强印象把时间能够拿下来分别为圣，奉献给神好，那今天天气很不错了大家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交谊等一下我们要做一个庆生会，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哲豪执事为什么要感谢？因为他是新生代的执事，大概我们现在长子最年轻的，我们给他一个鼓励好不好？好，其实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敬拜团也都是年轻一辈了，我们发现教会慢慢在转移新的一代要来接棒了哲豪执事是牧师来互强教会牧会的时候的儿童植入学生，那现在长大了要当童工了我们期待更多人加入服事的行列他第1堂用台语不简单呢，他们这个年纪的要全程讲台语就不简单了所以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参与，让教会在疫情过后能够再一次恢复那个样的热量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诗会。颂龙，请起立，同心来唱颂龙的诗歌。吟诗完，请牧师祝祷。一起来领受神所赐下的恩典，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引导，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阿
我们请坐，默祷，在音乐结束，我们来一起庆生。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哈！我们在3月一共有快100个是寿星哈，但是在场的，我们请站起来，我们让给你祝福好不好？3月份的寿星，请站起来一下，小朋友也是啊，好不好？楼上有吗？好，我们为他们庆生，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愿主赐福给你，祝你生日快，英文的。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好，我们请寿星指尖执事来代表吹蜡烛哈。虽然蜡烛火很小，但是要用力吹哦。好，来看那边，看那边。好，吹了，来，拍手，拍手，拍手。谢谢，我们来为寿星祝福，来祷告，再结束。现在父神感谢你，3月份是春天百花齐放的节日，我们为3月份的寿星献上感恩。主啊，让他们领受生日的祝福，领受丰盛生命的恩典，在工作、生活、家庭，还有子女，以及他们的健康，还有服侍你，都大大的加添，100倍的恩典在他们身上。主啊，也让他们借由亲友为他们的庆生，领受更多的祝福，领受更多的温暖。我们为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让我们的生命一直充满了神的恩典，让我们在工作生活上也得神的祝福。我们要回家的路程，求你带领我们都平安。我们剩下了下午的假日时间，让我们有美好的生活的安排，一切得神的祝福。感谢赞美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跟各位祝福一下，祝你春天得着祝福，好不好？来，感谢主，谢谢。好，大家慢走哈。楼下我们有爱餐哦哈，可以继续请2色爱餐。